佢係朱柏謙，佢係朱柏康。2025年，朱柏康憑住《破地獄》首次入圍，就成功攞咗第43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一夜封王。朱柏康破地獄，但係到底邊個係佢嘅啟蒙老師，帶領佢踏進演藝之路？佢係我嘅開山老祖宗老師爺。我出世對於藝術嘅修養、藝術嘅浸淫就係 from 佢噶咯。佢呢個阿哥其實唔嘢少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朱謙。哥哥朱柏謙大細佬4年，自細沉默認真。當朱玲玲呢班學生出嚟亂咁豬噏嘅時候，導數我哋全部基本上係二世祖嚟嘅，佢就會好似一個訓導主任咁走出嚟撥亂反正。唔好誤導啲青少年，我哋有啲正職嘅，我哋做舞台劇嘅。中學時期已經接觸舞台，但係父母唔贊成，於是畢業之後佢走咗去做保險，之後又轉咗去做社工，喺中途宿舍做過，陪住邊緣青年生活。我哋即刻去追擊一下。30歲嗰陣，佢決定走返去讀書，報考香港演藝學院。入學時全班年紀最大。領嘢啦！佢曾經試過連續半年，一日3餐只係食麵包，生活捱得辛苦。我冇嘢做，即係成半年都係每日食2至3個雞麵包就算啦。後來獲得一個導演邀請做場記，先至緩解咗佢經濟困難。你過嚟啦，學做場記啦，冇錢，一日4餐免費，早5晚宵夜，我撲到去。咁好嘅工梗有要求啦，就係要帶埋屋企人返工。問候你屋企人之後，係㗎，最要全心多謝佢哋。就算咁樣，佢都冇放棄過，因為佢感受到父母嘅默默支持。唔想俾媽咪知道我冇嘢做，我一早出咗去，返到嚟枕頭底下邊有500蚊咁樣，我覺得好醜。但係我好多謝爸爸媽媽喺我最低潮嘅時候對我不離不棄啊。雖然冇講過一句鼓勵嘅說話，但係行動已經證明一切。